的起航，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，也曾感到彷徨。我矗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，也曾在迷茫中成长。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。这上学吧，本来说要送我，后来又说给老师打电话给我请假。这早饭也不吃，削了一堆铅笔摆桌子上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惹到他了？我没有啊，这昨天晚上还好好的。那你觉得他是身体不好呢，还是情绪不好？我就是不知道才叫你来的嘛。妮呀，爸，叔，志凯你来了。您起来了？哎呦，这大白天的我睡什么觉啊？我刚刚就是头有点胀胀，眼睛有点疲倦，我就躺了一会儿。啊，哎，你们先坐一下，我上个洗手间啊。这不挺正常的吗？谁啊？我啊，刘。哎，孙叔，你这是干嘛呀你？孙叔啊，是我啊，刘。哎呦，还没起呢。大早上精神够好的。哎，我是什么？刘，我给麻烦你啊。我打算搬进来之前呢，先把房子啊弄一弄。那看我请工人了，来，想咱量那个面积，来，你们量，哎，轻点啊，轻点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就这儿，我打算弄一个，就这儿啊，你给我这个把它包上啊，包上以后打一个吊柜。我楼上东西太多，这下边太小，没地儿装，大概有4组就差不多了。你看呢，是不是？另外这个别碰到头。这阿姨啊！哎呦，梦妮，梦妮，你来了啊！哎呦，刘叔呢？刘叔啊，去那儿弄花呢。啊，我是来给你们送票的。我毕业大戏就要演了，到时候你跟我刘叔来看。我和你刘叔一定去看。行。妮妮啊，这大戏演完是不是就该毕业了？没，得等到毕业典礼结束以后才算正式毕业。哦，那你和一鸣你们2个是不是都商量好了？到时候他回不回来接你啊？这个啊，我们还没商量呢。老伴儿，你看这花开的漂不漂亮？刘叔你来了。红妮儿，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这花开真好。红妮儿，你老爸还好吧？挺好的。刘叔最近怎么样啊？棒着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刘叔啊，你看看种的花啊，都是你刘叔种的。哎，那个于燕他养的，全家的活都是他干的，他能身体不好吗？身体好，跟一鸣哥啊也就放心了。哎，这说实在的啊，这事儿啊，我和你叔叔说起来，总觉得有点对不起你爸爸。你说你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你妈呢又过世早，跟你爹，我肚子都饿了，给我做什么好吃的？哎，老伴儿，你不是刚炖好那个排骨炖莲藕吗？快，给端一碗来。等吃饭的时候我让你吃，我一看熟了没有啊？行好，哎，我帮你吧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我来做。哎，
先生您好。哎，那您是要租房还是买房？我租房。肖钱，您过来招待一下这位先生。家你好，你好，在这边。好。喝水。我是置业顾问肖钱，您打算租多大面积的呢？租个一居室。您打算花多少钱呢？2000左右。行，那您先坐，我去拿些资料。好。都这么贵啊！我跟你说，老家电视台现在靠谱了，就等咱回去。跟你说话了，怎么不高兴呢你？哎，你听没听说海州剧院要招新的大学生？听说了呀，现在人手一本这册子。我跟你说，他们那都是做梦。海州剧院有几个坑，能招几个人？狼多肉少，没戏。是啊，海州就这么一个正规的剧院。是啊，所以说狼多肉少嘛。是，咱这届毕业多少人？就算有足够的实力，没有足够的关系，那也没戏。难道你也想凑这热闹？媳妇儿，这事跟咱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是跟我没关系，我一没关系，二没实力。实力你有，但咱真的没关系吗？但是这事儿要是放在我老家，就绝对没问题。我怎么那么不愿意听你说话呢？进。胖总，孟小姐来了。哟，稀客呀！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不行啊？行，坐。喝点什么？啊，水就行。我去给你们倒。谢谢。啊。我的毕业大戏就要正式开始演出了，这是票，敬请张总莅临指导。这么多啊？啊，有你的，还有叔叔阿姨的，还有乔娜的，真周全。我爸妈有空啊，一定带他们过去。还有乔娜。就我呢，张总。哦，这是孟妮给你送的票，他们的毕业大戏《基督山伯爵》。谢谢你啊，孟小姐。那你们先聊，有什么事情随时喊我。谢谢了啊。客气什么？哎，孟叔怎么样？我爸呀，还行吧。这2天在上网下棋，说什么等我去了北京，自己也算有个伴儿了。那不挺好的吗？可这些天我心里挺难受的。虽然早就说了要去北京，但还是觉得挺对不住我爸的。我要是去了北京，我爸一个人怎么办呀？我6、7岁的时候，我妈就去世了。10多年来，都是我爸一个人带着我，而且为了我，也都没有再结婚。孟叔为什么后来一直都没有结婚呢？其实挺多人给他介绍的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孟叔条件那么好。开始是我爸不同意，可是后来是我接受不了。小时候嘛，不懂事儿，就觉得后妈都挺可怕的。我就不吃饭呀，什么考试乱做题呀，太多了。哎，你说孟叔昨天那反常的表现，会不会像你当年一样？其实这2天我也这么想来着，觉得是我爸舍不得我，所以故意跟我对着干。你说我怎么办呀？
这我觉得啊，你还是应该暂时的留下来，也给孟叔一个适应的时间。有道理啊。对了，海州剧院在招演员，有没有兴趣？我看到他们宣传资料了，可是不管怎么着，我不是还得去北京吗？去北京是件很容易的事情，那机会难得，你不想去试试吗？我再想想吧。哎，刘哥，看看，这房东啊，临时回北京办事儿，平时都在外地呢。这房子真不错，多少钱一个月？房东给我们报价最少3200。我知道这个价格超出了你原来的预算，可你不是说了吗？要接女朋友来一块住，所以我想你可能会喜欢。这样，兄弟，你告诉我，最低多少钱？我估计啊，最少讲到3000，低于3000啊，恐怕没戏。我考虑考虑，先给我留3天，3天后给你答复。我签好了叫你。好，随时叫我。老刘，孟妮可是要演出了啊，你不回来啊？那个，我在北京有一些事儿，现在抽不开身，你帮我跟妮儿说一下。还有啊，那个，妮儿跟你说什么时候来北京没？你跟我最近啊，正准备换个房子，可是还没找到。不是地下室吧？那房租可不便宜啊，我给你汇点钱过去。非常谢谢你兄弟，但真的不用，靠书写过日子过不成。我觉得我也想好了，我打算赌一把，就3天。我跟中介说了，把这房子给我留3天。3天之内，如果我再不开张，哥们儿房子不租了，地下室我也不住了。那你去哪儿啊？回海州啊。在哪儿不是一辈子，只要能够放下身段，我相信肯定比北京过得舒服。喂，您好，我是《青天外传》剧组的副导演李天祥。哎，你好，导演。是这样，现在我们这个戏呢，有个角色觉得挺适合你的，但是需要试镜。哦，我知道。可以吗？哦，您说是为了筹拍下一个戏是吧？可以啊，试镜。可以，可以。行。好，导演，那明儿见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您先慢慢看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哎，刘哥，兄弟啊，这房我要了，但是你要帮哥个忙，帮哥争取押1付1，这样我压力会小一点。没问题。行啊，只要你谈下来，明天我就交钱，后天咱就搬家。行行行，没问题，太好了。好嘞，谢谢你啊，兄弟。北京，这儿迟早有一天，有一间房子是属于我刘一鸣的。导演你好，哎，我叫刘一鸣，我是戏剧学院毕业的，就我简历是吧？啊，戏剧学院哪一届的？我是03。咱们是校友。哎，天翔，哎，导演，你找点那个富贵的戏让他试试看。哎，好，小伙子，我给你5分钟时间，好吧？准备准备。好。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
老爷，大事不妙，师傅大人被御史大人派的人给捉走了，恐怕下一个就该是老爷您了。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不错呀，刘月明，比我们试的都强啊！这国戏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！这样，你先回去啊，回头等我电话啊。哎呦，形势来了呀！啊，老刘来定妆啊？对，刚才关导我们还说起你呢。说导人呢？啊，关导在办公室。来，那个关导年纪不大，脾气可不小，你小心点儿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刘大少爷脾气也不小啊。唉，可是那个导演啊，我算什么呀？我就是个小角色。你知道那些大牌大腕儿，他们都不敢跟导演在那别别扭扭的，那不找死吗？没准儿这次你就行大运了呢。哎，苏显赫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演员要想出名，关键就看命里有没有。猜，我今天在剧组看到谁了？谁呀？苏显赫。我估计显赫这回在我们组里边，不是演男一就是演男二。我觉得挺好的，能跟咱同学一起搭戏是个缘分。不过说实话吧，我觉得看苏显赫这几次的表现，其实他还挺大度的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拜托你以后留点口德行不行？你那点羡慕嫉妒恨的，还真的上不了台面。哎，你等一下，哥哥。谁啊？哎，是啊是啊，你好，领导。真的？行，那我这样吧，半个小时以后过去。行，好嘞，一会儿见啊。你猜怎么着了？剧组呢，现在让我过去，把合同签了，把剧本拿了，马上开机。真的？哦耶！嘿嘿，龚姐，今天晚上咱约个地儿，我请你吃饭啊。行了，加油啊，刘大腕儿。行了，我先去了啊，回来给你打电话，咱们一起吃饭啊。好嘞，好嘞，来。爸。干嘛呢？爸，这不是我小时候玩的积木吗？爸，你别这样！爸。不走了。妮妮，哎呦，你怎么了，乖女儿？乖女儿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没事吧？喂，喂，一鸣哥。妮儿，我这回接了一个特别喜欢的小角色，他虽然很小，但是这个角色很出彩。那今天呢，刚跟公司签完约，拿了剧本。我们这个戏啊叫《青天外传》。哦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刚才我爸把我吓死了。孟叔怎么了？一鸣哥，我现在有点动摇了。也许我真的应该留下来，让我爸有个过渡的过程。对不起，我还没想好。
知道该怎么办。燕儿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？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不管你梦妮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总会有那么一个人，他叫刘一鸣，他会一直在你身后去守护你。其实你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可以接受。我知道。想什么呢？愣神了？我没事儿。还说没事呢？你看你那黑眼圈啊，是不是又想刘一鸣了？不是。哎，你怎么样？打算毕业以后怎么办？跟关海回老家？走一步算一步吧，我也没想好呢。我真羡慕你，爸爸妈妈都身体好，还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块儿。诚心气我呢吧？你身边有2个大帅哥，我要什么没有什么。要不了解你啊，我以为你诚心气我呢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就是故意气你。冰冰，冰冰，啊，给我来点吧。7度。小点声。啊，我去给你打点热水啊。哎，我要温水啊！说真的，你跟显赫在一个组里拍戏，他演主角，你演龙套，会不会觉得别扭啊？说实话，有那么点不舒服。但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说显赫现在混得这么好，我觉得是咱们学校、咱们班的荣耀。再一个，同学在一个组拍戏，我还觉得不错。心态还不错。那你知道他演谁吗？哪一号？那谁？你猜。我上哪儿猜去啊？真想知道？我真想。得好好表现。我捅死你！你等着啊。I'm waiting for you。老佛爷，您的茶来了。如果让你这样对苏显赫，能做到吗？显赫，你的电话。谁？就是给你演奴才那位。刘一鸣啊。你现在方便接电话吗？不太方便吧。来，进去喝口茶。不了，孟叔，这么晚了，您早点休息。哎，好，妮妮啊，那你陪志肯聊聊，我进去洗个澡。啊，再见，早点休息，孟叔。好。我觉着挺正常的呀。他昨天可不这样。我觉得啊，他可能自己也感觉到了，调整了调整。调整过来就是好事儿。可他越这样，我越担心。你想的太多了吧？我想来想去啊，我暂时还是不去北京了。那你毕业后工作怎么办？这我还没想。我帮你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4年你帮我的已经够多了。
再说工作的事儿，我想自己努力试试。谢谢你啊。客气什么呀？我不是你的男闺蜜吗？是，谢谢你男闺蜜。今天晚上真的可以跟你视频吗？看见了吗？看得见。你这是在哪儿啊？这儿呢，就是以后我们在北京的新家。挺好的。哎，什么时候搬的家啊？今儿刚搬过来。燕儿，我带你参观一下啊！噔噔噔噔，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小家呢，我就是简单的布置了一下。你看啊，还有一些小的饰品，我还没有放在里面，就留给你这个女主人来布置。你看我这累了一天了，奖励我一下，亲一下。你想得美。你不觉得我很有魅力吗？别臭美了。哎，你电脑不是坏了吗？是啊，我刚买了一台。你发财了？发什么财呀？是因为我太想你了，我想跟你视频。那你给我表演一段《哈姆雷特》吧。好啊，那刘老师现在就给孟老师表演一段《哈姆雷特》。生存还是这是个问题。是否应默默忍受坎坷命运的无情打击，还是应与深入大海之无涯苦难分生？死而这抉择，究竟哪个更为崇高？死即是命，他也不如死。掌声在哪里啊？傻丫头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好了，用不了多久啊，我们就见面了。一鸣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，只能用这种方法告诉你，对不起，1000个10000个对不起。我暂时不能去北京了，因为眼下我实在无法离开爸爸。好了，妮儿，乖，不哭了。或者你心里也不舒服，不过照顾孟叔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我们两个在一起，那是一辈子，不是一时。所以再等等，我会好好的奋斗。到时候我把你和孟叔全接过来，好吗？到时候啊，
我们买一个大大的房子，买一个比这个大3倍。他说我们一起住。来，还是不来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是否要默默忍受相隔千里的思念之苦，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我的身边？此二抉择，我都不会怪你，因为你是我的最爱。你这一辈子都在我心里。老师，过来化妆。谁呀你？富贵。坐那等会儿吧。美女们好！来了您。我们没来晚吧？你好，老师。来，先喝先喝。快快快，快坐这儿。哎呦。哎，老刘。哎。今儿衣服穿的真好啊。还行吧。哎，老刘，我来这么多天了，怎么也没见着你人啊？啊？对了，贤哥。这两天我看剧本吧，我觉得咱们俩那2个角色在台词方面可以微调一些，人物个性。哎，贤哥，别瞎聊，别瞎聊，赶紧，阿丽上床，现场都催了啊！那个什么，快点，我先画。咱俩到时候去现场跟导演说一下，看看导演怎么说。行啊。今天气色真不错。气色不错是吧？哎，我呢？也不错。也不错。这衣服真好。喝点水，喝点水。你们俩之前认识？你定妆的时候你忘了？我老乡。是。哎，你穿着衣服也不错，今天啊，挺好看。这边。喝点水吧。寇姐，怎么了 ？Hello 啊，刘大腕，到剧组了吗？我到了。见到贤赫没啊？我们俩正一起化妆呢。哎，我觉得这次大家同学在一起，必须要好好合作一次。哟，这么趋炎附势，不像您老人家一贯作风啊。你懂什么呀你？这2天接触，我发现贤赫人非常不错。再怎么说啊，人家现在是明星，但我觉得对我还真够意思。你呀，还真得好好谢谢苏贤赫。昨儿我又打听了一下，这次呢，你能演这个角色，全靠贤赫的推荐。本来导演更倾向于让你演武官的，那个戏比较正，不过形象好一些。那不行，那武官哪能跟富贵比啊？你算一下，我算了一下，武官的角色大概是3级的戏份，富贵一共是28级。他正经是个角色呀，而且我觉得富贵人物个性非常好。行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行，那你去忙吧，随时向组织汇报啊，加油，拜拜。那个刘一鸣呢？怎么还没到现场？刘一鸣，哎，快点，这儿呢。快点，快点。导演，不，这胡子怎么回事？啊，那个罐头，那个不是我们家的，是他自己家的。自己家的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调查了一些有关资料，就是富贵这个角色在显赫他们家应该是3代为奴，我们这一代应该是我们2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所以说，我应该在外表或者内心会比他成熟一点。那我长得比较小，所以想贴个胡子，就是显老。那行吧，化妆把他下胡摘了吧，上胡矫正。谢谢导演。来试一条吧。来，准备，快点！各部门抓紧时间啊，没天光了啊，抢光啊！快，来，就这儿。好，来试一条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叫。少爷。
老刘，怎么跪着呀？起来，上我！起来，刘一鸣。上我！停！显赫，你这演什么呢？啊，戏是这么演的吗？刘一鸣，你这又出什么幺蛾子啊？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富贵这个角色吧，他在剧本当中人物个性不是很鲜明。那刚我跟您说，我们家是3代伺候显赫他们家，那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到大。我想突出这个人物呢，他忠心耿耿，对少爷这种溺爱呵护。所以呢，显赫上马，我不忍心让他踩这个上马凳，只有他踩在我身上，我才会放心。说中过没有啊？刘一鸣，剧本是这么写的吗？不是，是这样。我觉得艺术创作一定要有创作，不能够照本宣科。导演，显赫，你觉得呢？老刘，你站那儿，你不怕马踢着你吗？没事没事，这马我特熟，站这儿绝对踢不到，站后边可以。行了行了，他这么说，他愿意这么演，这么演吧，好吧？好，来，赶紧抓紧时间再来一条。好，准备。你怎么回事？你不下去？来，准备，再来一条。今天毕业演出，真想你。看，过了，收工，收工。怎么样，表现行吗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辛苦导演，好，谢谢导演。你看这个，导演，导演，可不可以再来一个？为什么呀？我都已经叫收工了，你把大家叫回来。哎，兄弟们，再来一条！刘明，你干嘛？你疯了！我说辛苦了。导演，我觉得刚刚那一条差了一些感觉。哎呦我天！我可以来一条更好的。我觉得挺好的。我说收工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导演，人家都说电视剧是遗憾的艺术，可是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精品，为什么要留下遗憾呢？刘一鸣，我告诉你，电视剧不是你一个人的艺术。如果你一定要跟我谈艺术的话，请你换个时间，换个地点好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是对我的角色。刘一鸣，你到底想干嘛？这是现场，我是导演，我说了算。收工。小刘，这不是学校，环境不一样，不是什么事都能谈的。累坏了吧？一会儿坐我车回去吧。啊，我在车上等你。哎，显赫，你怎么能让他坐你车呢？啊，一个小配角，在组里影响多不好啊！还有啊，以后在现场你少听他的话。你看当时关导那脸色。他呀，可能就是第一天拍，有点兴奋过头，过2天估计就好了。再说了，他能演这角色，不是还是咱们推荐的吗？本来想杀了他威风的，谁知道他还这么敬业。说实话，我挺佩服他的，你觉得呢？算了吧，走吧。好，走。谢谢。演出成功。谢谢。喂，一鸣哥。请问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孟妮小姐吗？是。怎么样？我猜今天的演出一定非常成功。我今天的演出啊，特别棒，特别成功。你收工了吗？是啊。燕儿，我现在特别想你。哎，燕儿，觉儿今儿做了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儿，就是没有看到你的演出。没事儿，不是叔叔阿姨已经代表你来看过了。等你回来的时候，给你放录像看。真的？我跟你说，我爸我妈他们俩肯定现在特别兴奋。你想想，他们坐在舞台底下，
看到舞台上面自己未来的儿媳妇儿那么漂亮，在那演的那么好，精湛的演技，一定会引以为豪。我相信孟叔啊，一定会更开心。我今天怎么没看到我爸呀？我们的力量是软弱的。为了表示我的顺从，只要我的丈夫吩咐我，我就可以向他下跪，让他因此而心中快慰。各位老师，我是来自海州大学4年级的学生，我叫秦冰。刚才为各位老师表演的是莎士比亚剧目《驯汉记》第5幕第2场。好的，谢谢秦冰。这样，你先回去等消息吧。谢谢各位老师。我们先把拳头搂了一会儿你把那个群众演员把那个尽量对好，门厅走廊都要对人。一会儿镜头呢，先扣着，然后起，然后过屋顶速度多快，下来然后直接给，飞机一会儿你让他直接交给人的。Hello， 班长。哎，哥来了，好久不见。欢迎，热烈欢迎啊！哎，我听你爸说想让你了解一下现场的各个部门的工作环节还有内容，我觉得他这意思，他这是想让你进制片组啊。我想了想，我觉得你还是先跟着我吧，好吗？听您的安排。好。不过我觉得你爸自个儿带你就行了嘛。我爸说了，您是后起之秀，一定要我在您这好好的学习。等将来您有孩子，可以交给我爸呀。行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。我替他答应了。对了，我想向您打听件事儿。你说。刘一鸣表现的怎么样？但是呢，我跟你说，表演这个东西很简单。你认识他？在你生活当中，你和假如同学交流，他还有我还是显赫，我们仨是同班同学。那你有时间可得好好帮帮他。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以后你就慢慢知道了。啊，对了，可可，我跟你说，剧组啊，这是一锅大杂烩，可什么人都有。你啊，千万别让人知道你的背景，要不然以后有你烦的。遵命。谢谢老师。孟妮啊，听说你原来是计划去北京发展的，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来报考我们院了？啊，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太好，所以想暂时留在这儿陪陪他。你父亲多大年纪了？55。这个暂时是多久呢？这个我还没想好。王爷，要不先到这儿。莫妮啊，你先回去等消息吧。